步行練習。首先，請你選擇一個適合嘅步行道，可以係一個大概3米或以上嘅一個步行道，一個安靜、輕鬆嘅環境。首先，請你以一個站立嘅姿勢準備。你可以拉直全身，覺察一下你嘅頭頸、脊椎、臀部、雙腿成一直線。你可以先做一個深呼吸，覺察住全身嘅感覺。你可以選擇將雙手放喺前面，又或者放喺後邊，又或者放喺身體嘅兩旁。喺開始之前，雙眼向前望，頭部微微下垂，然後專心咁去覺察其中一隻腳嘅腳踭提起，腳尖整個腳部提起向前推，然後踏喺地上面，覺察住腳板接觸地板嘅感覺。當呢一隻腳能夠穩固咁支撐住身體嘅重量之後，你就可以慢慢提起另一隻腳嘅腳踭、腳尖，整個腳掌向前推，踏喺地上面，然後如是者繼續咁樣係去踏出另一隻腳。喺整個過程當中，只需要嘗試專心咁去覺察腳部嘅移動，同埋腳部接觸地面嘅感覺。假如心裏邊有一啲嘅散亂，出現咗其他嘅思想或者感覺，你都只需要輕輕咁去覺察，知道咗之後，再返嚟呢一個嘅步行練習就可以啦。請大家繼續去練習啦。